各位同學，今日會講下標價牌嘅。咁標價牌呢，其實就係價錢牌。咁通常呢，我哋買嘢嘅時候都會睇一睇個標價牌，睇下個貨品嘅價錢嘅。咁首先我哋望下標價牌上面嘅符號同埋數字啦。咁通常呢，你會喺上面見到有一個符號係好似 S， 然後加一棟嘅。咁咧呢個其實呢，就係香港貨幣嘅符號。好啦，跟住個符號後面呢，會有一個數字嘅，呢個數字代表元。再之後你會見到呢，有一個小數點，同埋有一個數字嘅。咁其實呢個呢，係代表角。咁根據呢一個標價牌啦，咁我哋會知道佢係2元4角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呢一個標價牌啦。咁代表幾多錢呢？就係1元3角。而呢一個標價牌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呢個符號價錢符號後面咧係0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呢個位置其實代表元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呢一個價錢咧係0元。咁睇翻啦，呢度咧就係7角。咁成個價錢就係0元7角。好啦，咁有陣時題目咧會調翻轉頭，俾幾多元幾多角你，要你寫翻個標價牌嘅喎。咁你要點做呢？咁首先第一時間你要寫翻貨幣符號啦，然後題目表示係8元嘅，咁我哋喺貨幣符號後面寫住個8。然後咧，佢話係3角喎，咁我哋咧就係喺個8字後面加小數點，然後寫30，咁就可以表示到8元3角啦。咁我哋再睇一睇呢一個題目啦。咁佢呢度咧係0元喎，咁啊首先寫翻個貨幣符號先啦。貨幣符號後面嘅數字係代表元嘅，咁啊寫翻0，再加小數點。後面咧寫翻5角，咁即係我哋寫翻50，咁就可以表示到0元5角啦。咁有時題目咧會表示3元0角，又或者淨係表示3元，咁係寫標價牌嘅時候，我哋要點做呢？首先都係啦，寫翻貨幣符號，然後因為佢表示3元嘅，咁咪寫翻3字，再加小數點。由於係0角嘅關係啦，咁我哋喺後面呢就寫翻00，咁就可以表示到3元0角啦。